周末茶有控飛，韓國又想做秋星都，別再一家家茶奶家皮膚科周日開門啦。新沙這家全年無休，係嗨到晚上8點。延氏帶出身院長親自面診，操作不患人。新沙站5號出口，走2分鐘就到的鋪。金漢極院長延世大學醫學院出身，在 Sevens 醫院完成皮膚專科訓練，擁有15年臨床經驗，手法穩。曾任韓國知名 ID 醫院皮膚中心醫生，秋生都可月馬幾都是拿手項目。面診時，他說：你現在不需要就不去做，絕不為了多收錢硬推無用項目。秋生都一敗發56萬韓幣起，按現在匯率人民幣1000多塊，比國內做同款直結省落一半還不止。最大亮點全年無休不限夜間診療，周一至周五一直開到晚上8點。周六日以接診公休日照常開門，周五晚上飛仁川落地休息一晚，周六上午做項目，下午逛新沙洞，周日還有一整天打卡，再有船飛回去。新沙洞本身就係逛街好地方，林恩道、杏崖歐亭都在步行範圍內。做完項目出來，喝杯咖啡，拍照很出片，預約直接在 Biosco 上收嘅 IPO。項目話價格全透明，院長檔期可查。中文翻譯皮疹溝通完全無障礙，現在註冊 Biosco 還能領取積分，積分直接兌換韓國本地電話卡，到仁川落地插卡就能打電話導航。